12課 if 句子，咁假設有兩個整數變數啦 x 同埋 y 啦，係使用咗輸入嘅，咁跟住咧我哋將其中佢最大嘅數咧放落 max 嗰度，跟手咧用個 printf 咧 %i 印佢出嚟畫面度。好啦，咁我哋需要嘅變數有三個啦，一個 x 一個 y 一個 max 啦，咁全部都係整數嚟嘅，咁所以宣告先啦 int x, x, y。 好啦，咁跟住咧我就做輸入咯，咁輸入嘅時候用 scanf 句子啦，入嘅係兩個整數，咁所以兩個 %i 啦，用個雙引號包住佢。咁用咩變數記咧？咁當然嘅 x 同埋 y 啦，所以 x and y。 跟住啦，決定邊個大啲咯，咁用個 if 句子啦，如果 x 係大過或等於 y 嘅話咧， x 大啲啊嘛，咁我將個 x 咧就放落去 max 嗰度， max 等於 x 啦。咁調翻轉咧，咁如果 y 大啲嘅話咧，如果 y 大過 x 嘅話咧，咁我梗係將個 y 放落 max 度啦。咁所以擺 x 因為擺 y 咧，就視乎呢個條件啦，究竟係咪 x 大過 y 咧，或者 y 大過 x 咧？咁放咗落 max 之後咧，就將佢印出嚟。要試呢個 program 啱唔啱咧，我哋可以試下唔同嘅數字，咁譬如 x y 可以23啦，可以係32啦，或者係33啦。無論代咩數落去嘅話咧，咁你結果個 max 都印最大數出嚟噶啦。